好啦，閘門打開啦，係嘛？所有馬都順利出閘啊，咁啊較為快少少內欄嘅主港台較為快啲啦。中檔有啲搶口，古港老埠都唔慢嘅，咁啊外檔有勝利宣言啦，咁啊大欄亦都有呢個定海道路，咁啊包尾嗰兩隻咧，咁啊就係建成起點啊，同埋呢匹古柏者喺後邊嘅。好啦，跑咗第200米都路程啊，咁啊前面定海道路似條扣住放頭啊，守住第2位有鼻箍嗰匹就古港老埠，內檔第3就主港台啦，跟住走喺外檔望空亦都係勝利宣言，貼欄尾二嗰匹咧就係呢個建成起點，包尾嗰隻就係呢個古柏子，頭馬佢哋尾馬保持住3個馬咗啦。好啦，跑咗大約500-600米到路程啦，咁啊前面定海道路扣住放頭啊，咁啊領先大約1個馬位到啦，咁啊守住第一隻古港老埠啊，內檔第3嘅主港台啦，一路喺外檔望空嗰匹勝利宣言，咁啊包尾嗰兩隻啦，白鼻梁嗰匹就係建成起點啊，拍住佢嗰隻就古柏子嘅。好啦，跑咗超過一半嘅途程啦，咁啊前面定海道路依然放頭啊，咁啊守住第2位啦，咁啊就係呢匹嘅古港老埠啊，咁啊內檔開始騎緊嘅主港台啦，咁啊出邊都有勝利宣言，包尾嗰兩隻依然都係呢個建成起點啊，同埋呢個古柏子嘅。鬥到最後300厘米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定海道路依然領先啊，撳住守住第1位就古港老埠啊，外欄亦都係勝利宣言啦，中檔等緊位主港台，內檔亦都係建成起點嘅。鬥到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前面古港老埠壓過咗呢個定海道路，出邊上緊嚟有勝利宣言，接近終點古港老埠睇個勢可以贏出今日嘅賽事啦，跑到第2名嘅勝利宣言啊，咁啊定海道路第3、第4名就主港台。好啦，咁啊結果就唔係岳家軍啊，咁啊係古港老埠維德基士希斯，其實都幾生嘅，一起步啊，佢都有啲鬥口、啲搶口嘅。咁啊主港台就韞咗成條